Sama thamma hayam nuala mina xiang ai耶稣母子俩我呀呀我内的亲啊的南无江云台菩萨恁大哥甲带去车顶歇去，去车顶歇去。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立伟整个故事描述远景小曼在盘查一宗路边违规停车时，车主竟然是2年前被通缉的嫌疑犯。巧的是，下一章。好，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好莱坞警匪3幕剧电影。无论处理发生这么大的代志，应该马上甲我讲才对，哪会这么讲？我嘛是拄才知影，阁有车登去无？不要紧啦，我即马登去，嘛无人来载我。啊无，我包一台计程车送你登去。无想要登去哦。无啦，是应该登去啦。恁爸抑阁是无法度接受吗？人咧讲吼，万生无万死啦，好歹吼，嘛都爱登去送阿嬷最后一逝。恁爸就莫插伊啊，有一天伊会知的啦。我先无闲啦，有啥物需要吼，则敲我。啊对啦，即摆登去吼，你毋通穿安尼，拜托者，穿较素的啦。要无吼，恁爸阁要屁血叫，知无？知啦，你紧去啦。您的电话将转接到。拍摄拍摄拍摄。啊。徐国伦，你很慢呢，等你等甲困去。小芳，你问伊看卖，本来敢毋讲2点要到，咱会舞到4点。迟到嘛毋敲电话，真仔是安怎？当作我欠车司机哦。叫你无是无听的咯。
司机问讲你哪只晚转来？你是来讲啥？啊，你叫我问的啊。无买着票，手机拄好无电。无买着票，是无买着票，还是毋甘愿转来？啊，搁有吼，一阵阿嬷过身，厝内人来客去的，伊讲真正要穿七束衫，讲会看款。袂啊，我感觉这书袂歹看。哦，真正足好看啊！啊，你问伊看卖，即站伫中国，甲啥物人伫遐咧做啥工课啊？爸，啊，伊人就伫后壁，你家问啊。我毋是Google。叫你问就问，你是草人了？徐国伦，伊即马是咧做啥物工课？拍电影的。拍电影？真假啊？啊，你讲我个用错袂？找人莫遐神办。啊，伊早迄好好正当的头路毋做，甲人咧拍啥电影？啊，以前迄头路无爱做，是甲人咧拍啥物电影？无介意。无介意。无介意，是无介意，还是袂愿做？是无介意，也袂愿做。徐国伦，哪里啊？真仔的少年人吼，一年换也死个头家啦。我看吼，转来归去来请一下我，就专心甲服待好啊。讲你嘛听无啊？哎呦，爸，危险啦！你个啥物态度啊？我恁老爸呢？谁甲你教的？徐国伦，做啥啦？停车呀！徐国伦，人甘愿卖转来啦？徐国伦，徐。早知今仔日会变安尼吼，当初就莫甲生。减讲两句先食饭啦。你看穿甲伊输衫，毋知影的人吼，当作咱兜咧开酒家。你无听伊伫咧讲吼，啥物去中国甲人拍电影，正当的头路毋做，拍啥物电影？甘若凊看家己几扭重。哥，恁饲家囡仔吼，每一个拢自细汉互你骂甲大，国风哦已经互你骂走啊啦，哈，啊佮小芳哦，这嫁出去佮离婚哦，咱莫甲伊算。啊，上细汉即个哦，佮肯转来，迄表示有心。有心？你无看伊今仔伫车内？什么态度？真正是，唉，身体压造，性囝不好，上好吼是拢莫转来。阿姨，毕竟啊，你妈敢有较好？有啦，阿姨，伊有米一个啊。好，你嘛先食食吼，食食才转去啦。规定哦，你即马转去台北嘛是搭车，吼，先食饭。好。哥，你这个性吼，真正要改一下啦。哈，你毋惊哦？以后你家己一个人大哦，变做孤单老人。我则无咧稀罕咧，我一个人吼，舒适啊。
这鸡仔肠、鸟仔肚，你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哥，先甲阿嬷拜一下吼。哥，哥，真正是。来，吼，阿哥来甲你点香吼，阿嬷拜一下吼。妈，啊，你的金孙国伦吼，对台北转来甲你看啦。啊，你也该保庇哦，保庇工课顺利，身体健康，吼。啊，你要去倒啦，哥？爸，好啊啦，莫阁整理啊啦，来甲我困客房。咱即摆是人客，知无？大概拢安尼。啊，厝的物件遐多，你一年转来也无几改，无囥你啊，要囥倒？许国伦，你很夸张哎！你一个查甫的，化妆品比我阁较多。你当时请一个，你还画眼线，很38哎！我到即马哦，除了结婚迄天有化妆，我平常时啊都嘛安尼。啊，你是包租婆哟？你嘛是要画，我拢甲你教。无彩你性格遮水，教不共款。免，画甲你安尼哦，无用啦。啊，你要先去困无？我来顾就好啊。免啦，差不多啊。咱顶一摆做伙困啥物时阵啊？顶一届袂记恁的。逐摆厝内底遮侪人啊，我拢会想到咱过去过年的时阵啊，我嘛参阿姑因拍牌拍到天光，阿妈拢嘛毋甘困，坐喺椅仔顶度久。啊，咱若算忝啊，就伫咧即个房间内底困。后来即间就变做恁姑的房间，咱就无伫遮困过啊。啊，徐国峰一摆真正跑出去哦。啊，毋是为着这，讲啥物，伊嘛要欠钱买厝，啊，就叫因某婿人啊搬出去啊。人咧讲啦，树大会分花，人大会分家，我看差不多啊啦，买到尾尔。啊，三姑无讲啥。前一阵啊，恁爸才参三姑啊，为着钱咧冤家呢。阮咋？啊，就爸雄雄啊，甲阿嬷的保险甲钱拢领出来，啊，国就是讲伊要请一个外劳啊，结果毋是呢，甲把100万拢开了了呢。100万，真多。对啊，才开去倒。恁到即马都毋知哦。你敢会记得较早阿爸外口有一个阿姨啊？我是咧想讲，阿爸敢会甲迄100万都互迄个阿姨？无可能吧？知。喂，彩香。喂。姐啊，迄个人是毋是搁来乱啊？无啦，最近电话怪怪。徐国伦，你敢知影甲阿嬷弄死迄个啊？是你的高中同学，爸爸就错迄个啊。国伦啊，阿哥吼有话要甲你讲者，啊你，
是咧讲成啥啦？哦，啊你久久啊吼，才转来一遍，有啥物话袂用好好啊讲？好歹哦嘛是恁爸，啊你，哦啦，你吼，你这阵仔较乖者啦，吼，我看这查某衫哦嘛先莫穿啦，啊，厝内人济啦，莫互别人讲闲话，知无？啊，莫互阿嬷吼，甲恁爸歹做人啦，乖啦，嘿。毋过，恁两个明仔载甲来庙一撮。啊，厝内办丧，毋是袂用去庙咧。我拄则问过师傅吼，师傅讲袂要紧啦。哦。我是想讲，阿母走到遮临时，毋知有啥物话无交代无？啊，搁有啦，即个早去病院吼，转来才知影讲有心啊。我想说问看，有法度100日之内婚事甲办的。我明仔载我陪你去庙里啦。毋免啦，我时间也赶袂赴吼，你甲恁大姊先听者，看先生安怎讲。我去要创啥？你无甲讲。师傅，姓苏徐元达有代志要甲你请示。师傅，阮阿母伊。师傅，这是啥意思？师傅的意思是讲，爱你放下，心肝底的结爱透互开。无啥物代志，拢郁伫心肝底，知无？啊，是讲师傅，阿母伊讲，我一生圆满，厝的观世音菩萨甲我带伫仙姑边，你免烦恼啦。囝儿是说拢大汉啦，因知影因家己咧创啥，平安健康就好，心若开。人就清啊！迄火甲摕落来。
小芳，你买落来，你当吃点蛋。哦。口罩挂起来，内底有囡仔。把物件摕落来。落来啊，搁单上。阿明，阿明，阿伯，阿伯，你哪来啊？你捌坐啦？唔免啊，有囡仔伫的，会手较好。我甲差不多啊。阿伯，这猫物件我袂收啦。这毋是要你的，这要有囡仔。收啦。多谢阿伯。今仔我去师傅遐，阿嬷讲这毋是你的唔对，叫你心莫有挂碍。等若伤较好，找一个时间来找者，甲阿嬷讲一声。即天旧历的12月12号，即天是火化好日啦。我是建议即天后头多人做个白色。迄天是拜五，迄天从41岁上过。41岁，咱应该无啦。无。所以阿兄，你感觉即天好无？方便就好啦。啊无，咱就定即天。甲恁报告即天袂当进塔。安尼要怎处理？就啊。咱就是经另外一天，咱火化了，咱就先暂假，安尼。哦，好，我接电话者。只要你先无闲。啊，你寄的时阵是要寄的倒位？要寄的？看要寄殡仪馆，还是寄宝塔遮，拢会当。啊，厝里有人有心无？无啊，无人有心。像啊，像有心。小芳啦，小芳。这我才甲你讲，有心这咱应该安怎处理啊？到时阵我传一个红布，互伊巴肚用的安尼。好，安尼。啊，这红布恁会传吗？这阮拢会传。安尼这麻烦恁甲阮传哦。这一定会。喂。安尼感觉佫有啥物需要注意，还是讲阮这边爱传的物件？基本上都安尼啊，嘿。有啥物实力啊？10多年啊，10多年啊！你头一句话就是问我是安怎是我。若毋是我家妈弄死，你敢阁会记得有我这个人？遮尔久啊，你还是无变啊！拄着代志就甲A9共款。拜托你莫过来找我无想要互人误会。谁会误会？你一个查甫人，遮尔阿妈话家呢，别人看你敢袂讲紧仔话？我安尼讲有啥毋对？咱毋是同学。同学，许个人搁知咱是同学。当初时你甲我约好你人一队，我伫火车头一直等时阵，你人一队。我互你害甲足凄惨，敢知影？
结果你即马连一句实个就无，连倒来问我为虾米弄死阿妈，安尼敢对？我即马有某有囝，莫过来找我。哦，遮尔远，早知影讲哦，就家己开车就好啊。我一个我脚酸就疼。啊，你是查某人是？啊，规路安尼一直念，一直念，拢袂sen呢。啊，要食药啊？食一堆药啊，受啥物落呀？唉，医生有交代，你着好好啊食，就有效啊啦。但医生嘛有交代，叫你粉食较少的，你敢有咧听？我问你啊，你无讲话是死是？我是要问，你有甲哥有讲迄件代志无啦？那你才讲啊？等伊才搁讲，等伊敢有时间通好讨论，即摆就好讨论讲去啊。但你要讲，你家己讲，我无迄个面通好讲。你讲的哦，你若无爱讲，就我来讲哦。周明信。你较含的吼，甲之前你甲顾应借100，啊，即马搁要甲伊借厝去抵押，你敢好意思哈？正前迄是生囝要用的，即马是公司需要钱，好无？还是讲妈遐你通分偌济？周明信，你较杂多哩！但你敢有听过做查某囝咧放假伙是？啊，无，但迄边公司要安怎啊？即摆头拢洗落啊呢，搁再讲，过去是哦，要买迄间厝的时阵，咱哪有斗3工，敢毋是？遮尔细钱，你想要安怎开做哈？算去，算去！他咧讲，你就做你讲。啊，毋过我拜托你，加几工才搁讲好无？
啊，平时呢？哦，啊，咧头前拄着狗啊，啊，有讲有代志要找狗参详。哦，安尼，摕你去内底放。阿형啊，嗨，你在这里做啥？无啦，我叫伊传的啦。啊，特别办喜事啊，当然爱较气派。有差？当然嘛有差。是啊，你敢毋感觉这红红的歌仔顶看起来安尼喜事连连？若用这来送马，别人一定知影马是一个祝福气的啦。你这开袂少吼？唉，迄无偌济，迄无要紧啦。马有气派较重要啦。姐啊，安尼，大姐啊，咱先食饭啦，有啥物代志吼，食饱才讲啦，吼。无论啊，你徛咧遐是要创啥？桌顶紧传的啊！紧！小芳啊，先甲阿嬷换菜饭。好。安尼，先食饭啦，哈。顾处理就好啊。小芳，我听讲昨有去问神许，啊问了安怎？阿嬷讲伊一心圆满。哟，哦，啊那呢换迄红色歌顶换了真拄啊好呢。我著甲恁讲啊，妈是个最有福气的人啊。过，现在食饭饱，你甲阿勇两个人去甲迄歌顶著拜拜者，知无？好。我煞袂记啊。袂记问恁姊夫迄台北师傅的电话，阿玲啊，现在食饭饱啊，你来甲我提醒一下，我来叫师傅集团落来替妈办法事，然后我来叫迄师兄师姐替妈来助念。阿哥。我来拜阿嬷。你安尼敢对啦？你想者，正经出来要买厝，我嘛是有斗相共啊。我即阵嘛欠这钱，我公司若开起来哦，你到时哦，你要偌济，我拢会当互你啦。我袂使啦。哎呦，哥，拜托你一定要甲我求一下，好无？就安尼，200万就好，好啦。哥，我你先去，你先去，哦，啊，你先去，好。咱厝内咧办丧事，你搁走来乱？我问你啊，阮哥是有看你啥是哦？啊，你甲小芳两个人拢离缘遮侪年啊，人是无甲你讨过半生五银的。啊，这都是你啊！啊，逐工仔来遮讨钱，你敢知影？你骗的钱，拢是阮哥去卖槟榔、卖粉，安尼50、100个赚来者哦。好啦，明姐，莫甲骂啦，骂嘛无效。用，甲带走去。小等下，哎呀兄，啊叫警察来处理啦！你若搁转来乱变怎啦？对啊。叫什么警察啦？闹气闹大，用，甲带走。哎，起来，起来！小芳，不爽啊！生气啦！阿哥，歹势啊，歹势啊，歹势啊！最近伊敲电话来，是毋是伊？这么大个代志，想要我甲大人参详啦。阿兄，毋是我会讲你，恁囡仔毋捌代志就煞，啊连你也安尼，想要逐项代志拢毋讲。若毋是妈走，我毋知影各方因人啊要搬出去啊。啊，你若袂晓教哦，阮这阿姑来教啦。妈拢过身几工啊，因两个阿某敢有踏入即间厝一家步？因大孙呢？大姐啊，今仔日即出吼，我看大家拢忝啊。无你先去休困啊，叫我来顾就好啊，吼。哥，啊，你这骹要诊所，互医生看者无？哈。无要紧啊，念伊我药仔家顾顾就好啊。
恁拢先去困，我来顾就好。莫啦，去诊所看者啦。你写啰嗦啥？叫因去困啦。啊，等，爱顾可以顾啦，拢你爱困，你爱困啦。上着骨头要安怎啦？你写咧顾袂讲啥？顾，迄国伦讲的嘛无毋对啊！你这伤着骨头是要安怎？去诊所看者较保险啦，哈。哥，无安尼啦，我叫民信载你去啦，好无？嘿，哈。好啦，我载你去啊。嘿啊。免啦，叫国伦早来，厝内连一个查甫人都无，连伊过来乱要安怎？国伦啊，你徛点遐创啥？摕车锁匙去开车啦！紧啦！走，回。来，你起来。来，这，我甲你摕，你行啊，唔好来。恁内底处理好好哈，用我整者。周庆汉，我跟你说最后一次哦，那个人只是我老板，到底听不听得懂啊？你想拿这个跟我吵是不是？你有种再说一次啊！阮阿嬷拄则甲离开，刚刚翕相互你看，你这样真正讲袂存车呢？他妈是不是有病啊？喂，喂。查某囡仔人吼，较温顺的啦，讲话莫安扯干辣椒，歹看啦。头前遐停者。你有去看恁同学吗？阿袂。有闲去甲关心者，以前的代志，人拢无咧计较。知啦。车插落去内底听。这里让你干嘛？啊，医生要怎讲啊？不要紧啦，顾一下药就好啊。哦，食药就好啊。莫这么，你这么走跳啊！较好我叫。我咧刷者。要等哦。好啊。好啊，哥，较等才赢啦。哎呀，较等才拗啦，来啦，趁烧呢。来，较细粒的，慢慢来啊。唔通搁漏掉呢。好跳的安尼，慢慢来。阿兄，你上尾刚去问神的时候，妈敢毋过讲啥？敢有讲到家明？家明？你是讲干嘛弄死迄个少年人？哎呀，就迄细人常常找无伦村的迄个。迄个哦。阿兄，阿兄，你看你个安尼，问你话拢唔回答你。食饭啊？阿母讲，迄毋是家明的毋对啦，叫伊心哦，莫有挂碍啊。
既然妈安尼讲，嘉平这个囡仔嘛乖乖啊，开喙合喙拢会叫咱阿姑啦、阿嬷安尼叫，而且过年的时阵，伊嘛拢包红包互妈呢。看这件代志就煞煞去啦，而且伊也毋是故意的，安尼咱甲伊和解啦，吼。无啦，姐啊，这件代志哦，大家去讨论啦，吼，先食饭。阿玲前几工嘛有甲我讲咧，伊讲妈在生的时阵，讲伊的后事吼简单办就好，吼。啊，我想讲，既然安尼，钱也已经开袂少啊，吼。妈也无留偌济，我想讲剩的吼留互阿兄也摆通用啦。台北的师傅我看莫请啦，那算算的嘛，加开10几万呢。无喏，啥物卖？迄做念是为着骂好呢，迄甲钱有啥物关系啦？搁再讲，我跟你讲，迄毋是普通的师傅，迄是人骂伊有福气，咱才请会着的呢。妈的意思吼，就是希望莫开伤济钱啦。我安尼做是为着骂好，敢有啥毋对心？大家咧讨论啊，你使啥物性地？我哪有啊？但我是无啦，无人使性地啦，大家就好好讲嘛，吼，讨论。嘿啦，大姐啊，我是感觉讲吼，有啥物代志，大家会当做伙讨论。你莫一个人家己就遐做决定好无？嘛真奇怪呢，我拄仔就讲啊，你大家摕出来做讨论，当时我咧做决定。大姐无啦，几乎毋是迄个意思啦。啊，无啥意思，啊？讲要做喜事办，哈，红姑仔顶请师傅，倒一站毋是恁二姐的意思，大主大意的人是啥？我安尼做嘛是为着骂好，得厝边头尾看着咱甲骂的后事办甲安尼，人会安怎讲话？我甲骂甲请伊送出去，是有倒位毋对啊？你会当先甲大家参详啊？你知影安尼加开偌济钱无？较拜托咧，我替妈烧香拜佛，我都爱问过你讲会用啊袂用的哦。你当做你做大姐，啥物代志要经过你的同意才会用的哦？好啊，但既然你遮尔有意见，无即摆安尼，在妈面头前，嘛咱跋杯嘛，咱看妈是安怎讲的嘛。来啊，跋杯好无？在生食细腻哦，看样即马替妈拜第样啦。讲迄什么话啦？啊，母人真啊摕咧后壁，你安尼冤家娘债，传出去刚好看哟。无，我讲辉弟，师傅我紧请，要叫我辞掉，我无可能，我讲袂出嘴。要讲恁家己讲。食饭啦，师傅的代志，食饱再讲啦。是的，大姐，几岁？身体阁遮尔骨强，无管规身骨拢是病啊！大姐毋是迄个意思。你嘛共款呐？是要食无？啊，搁细汉的时阵吼，假使若感觉吼厝内压杂啊，还是烦恼，我就会行来遮清幽，耳孔嘛较安静，迄心情哦就会较快活。无论啊，你会记得迄竹竿无？你细汉的时阵挂起来，会记无？袂记哦。哼，你都毋知哦，你细汉的时阵哦，有够花的啦。看到别人有啥物物件哦，嘛一定吵你要爱。有一天吼，你就甲阿嬷一直吵吼，吵讲想要得讲。恁爸一听到吼，随去顶拿错互你呢。细汉的时阵吼，恁爸爸真正足疼你的。你吼，若毋
是辛苦啦。毋过国伦啊，恁甲恁爸爸心内迄个结哦，嘛应该透开啊。恁爸迄个人哦，就含慢讲话啦。伊其实吼，有想要好好啊甲你讲话，有想要知影你的外面过较安怎，有想要哦，你会当伫伊身躯边加陪伊淡薄仔时间啦。毋是阿哥爱念啦。恁爸爸嘛是会惊，惊伊以后是要甲公妈安怎交代。若是有一天哦，恁爸爸亲像阿嬷安尼用走，你是要哭拢哭袂出来，迄才是真正的疼。阿伯代表，歹势啦，阮厝内底无啥物好交代的，请用茶。阿伯，歹势。嘉宾啊，今日你向来哦，较歹势啦。或者这件代志早办拢来处理，那呢，我就直接讲啊，既然吼，阮妈拢已死去啊，人就讲人死为大，那呢，你就赔200万，咱就甲这大事发小事啦啊。200万，对啦，200万，拄啊好。代表今日嘛伫遮，咱就甲即件代志哦处理你的，开免哦，以后大家浪费时间找法院啊。嘿啦，好先，这代志哦，输底啊，互解就好啊，安尼嘛较省事嘛，对无？也毋过我厝内底真正，免也毋过啊啦。我知影讲吼，这200万对你来讲是有较侪淡薄啦。毋过你爱想哦。这弄死人哦，赔赏金迄是有行情的呢。你这若是伫台北，迄400-500万走袂去呢。我是带人讲吼，你是国伦的、农村的，对吧？你看，你哪个遮尔细汉着，赔200万哦，是祝福你面子啊啦。好啦，就安尼处理啊。我嘛是不得已的，讲麻烦你走一撮呢。不要紧啦，总是一家伙啊。嘉明，嘉明，加班了。食番薯哦。哦。食番薯啊。食啦。
我本来想讲要去买你上爱食的圆仔汤，啊，迄老头家就破病无开啦。圆仔汤，啊是细汉时阵阿姑来拢会买迄间呀。嘿啊，中山路口迄间啊，你会记？哦，我会记会记。哈，这可惜啊无开啊。迄老头家吼，看袂足久啊，洗油纸洗几落冬啊，啊，因囝要甲伊照顾，就较无咧开啊。摕食去。妈，食番薯。大概咱兜若是有圆仔汤通食的时阵哦，就知影讲哦是阿姑来啊。我会记得迄阵啊，阿兄去学师啊，迄几年啊，大概若是要缴注册费的时阵，阿姑就会摕圆仔汤啊，佮有这番薯来咱兜。啊，拢会直接甲我交代讲，迄袋仔内底哦，注册费叫我毋通拍无去。啊，佮爱紧摕一碗圆仔汤去灶骹互妈食。迄个时阵哦，妈拢惊拄着阿舅会歹势，加拢偷偷啊甲我问讲阿阿舅走啊未？等你会记无？迄个时阵哦，咱番薯足济食袂完哦，母啊拢会叫咱甲迄番薯写者，变做番薯签。啊，结果诶，咱几个哦，食甲迄面拢啊，食甲迄老师哦，就是咱破病。我毋知啊，阿姑今年对咱足好诶，你知啦，迄顶个月哦。姑阁有带妈转去看阿舅，啊妈连阿舅拢认袂出来啊，敢若会记得阿舅吼去读册还袂转来。迄阿舅坐咧轮椅顶悬，一直哭一直哭。啊妈这边哦，嘛是因为去找阿舅，才发生意外。哇，大姐啊，你莫安尼，你搁来啊！你妈毋是讲啊，伊先圆满哦。你搁安尼哦，是要扣10分啊哦。哦，是也无要紧，咱摕90分就好啊。妈就咱去讲，无代志。来，食番薯啦。哦，好啊。阿姊夫呢？啊，伊毋是上爱食甜的？哦，嘛知。迄甲哥转来了后，都有咧敲电话，毋知咧敲电话有啥物人。哥，啊下晡恁去倒位啊？伊伫安尼忘神。哦，甲你问拢袂应者，食番薯。你变点点，莫插伊啊！个性就是安尼啊。会想国论啊，无生意，无是成啥？一个 A 到一个臭样。加送我食。加送食啊！哦，嘿嘿，我才无遐好康。是啦，莫讲这啦，你怪怪哦，怪就怪啦你。爸，爸，你先去困啊，这我用电脑替你拍拍就好啊。免啦，剩一撮我写写的。我顾就好啊啦。你这用电脑拍，
登山唱嘛较袂突切。无，明仔载再用。嗯。爸，你个脚还袂换药啊吼？我替你换。迄无要紧啦，明仔载再换。换完才去困啦，无差迄几分钟啊。爸，我明仔载去，袂当去台北一逝。是啥物拍电影的工课哦？嗯。要走进前，甲恁阿妈讲一声。好。你巴肚会枵袂？迄个你细汉时阵，巴肚枵着想要食面线，足久无食吼。暗时会寒，食会好去困啊。后摆伫外口吼。家己爱较细腻的，莫亲像以前安尼，逐片拢用欺负。知影你日子过了无好。你爱家己照顾你家己啊！不管如何，做你家己啊，欢喜就好。阿嬷，阿爸伊有了解我，我今仔日要先转去台北，可能无法度甲你送，希望你莫怪我。
哥，复印你看者，印刷主讲哦，无问题就当印啊。啊，迄相摕来。嘉明啦，一透早来念香，讲啥物这物件伊袂用收，囥了就走啊。嘉明来过，嘿啊。我出来者。阿伯，你哪会来？安怎？是当作我甲恁兜共款说饲呢？我毋是这意思啦，我知影你讲足超过，毋过我甲你讲过啊，我无想要搁看到你。嘉明，你莫生气啦，是的啦。是的啦，是的啦，是的啦！恁规家伙啊，除了会晓甲我会，是咧，搁会晓讲啥？恁老爸、恁姑丈前后来甲我讨200万，嘛是甲我会是咧。200万我要去倒位赊互恁啊？啥？你去问恁老爸啊！若是我摕袂出来，我是真有可能去互人掠去关呢。你敢知影？大家拢叫我去告阿妈。虽然这个代志根本就毋是我的毋对，是阿妈家己汹涌走出来，也毋过我是要安怎告？阿妈对我遮尔好，遮尔疼我，甚至是甲我当作孙共款，我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许哥，你甲我讲好无？你讲话啊！是安怎？你到即马才转来？10多年来，我拢一直咧等你，一直等，一直等。若是你较早转来，这些代志拢袂发生，你敢知影？是哥，你甲我讲好无？我到底要安怎做恁才会满意？我到底要安怎做恁才会满意？你要创啥？你在创啥？下心下情，下心下情啊！爸，你在创啥？有啥物好下心下情的啦？你不叫我家己关心？你个一嘴一嘴！阿伯，你莫安尼啦，阿伯。你嘛同款啊你！爸，你在创啥啦？你有想到恁某无？赶快转去！卡门不行啊！兄，你安尼是咧创啥？好我啦！创啥？创啥？你问伊上清楚。我拢过几工啊，伊知影毋对啊。今日妈头前的，互妈看到无好啦。啊！我就是要互母知讲伊听的这个金孙做啥物匪类的代志。今仔日安尼就算了，你搁走去破坏人的家庭，你敢对得起你的良心啊你？啊，你有满意无？顾如啦，你兼讲无过啦。我是顶世人欠你啥物债？今仔日才有你来甲我糟蹋啊！
我甲你糟蹋是一回事，啊，你甲嘉明糟蹋是要创啥？你甲伊讨200万呢？伊敢有材料摕得出来？哎呀，你共讨200万哦？你共讨200万要创啥啦？妈，毋是讲叫咱莫甲人计较，你搁共讨？你笑我袂讲啥？我又袂讲。好啊，阮叫嘉明来问候清楚，好无？你掂，这阮大人来处理就好啊。哎呀，处理啥啦？敢讲你甲阿嬷的保险摕去外口饲查某阁无够，即摆阁要甲人讨200万，遮侪年啊，你还是共款袂见袂笑，你敢有做人老爸的款啊？哥，你阿妈的保险金拿出来是要创啥？又无给他拍死，我对不起其他同学。你想要甲我拍死？你想要甲我拍死？你想要甲我拍死？我问你，你甲嘉明讨200万是要创啥？聪明醒，敢毋是你？敢毋是你叫哥去共讨200万啊？你是收钱收到笑去啊，晓？啊，无是要看公司倒哦。昏啊，你哪会遮小贪啦？传出去敢会听的哦？啊，无你要靠阮公司倒？不要搁想办法咯。郭伦，毋是我喺讲你哦，这大人的代志，你管做要创啊？是恁家己小摊搞到什么地带啊？人伫咧车顶还袂到厝，就咧讨论本家伙的代志，你是当作我操你娘是么？你在讲啥？我敢有讲毋对？恁就像你自私啊！当初阮爸甲厝借互恁底甲，恁想看觅，恁到即马敢有兴过一仙钱？我甲你讲啦，阮兜会遮尔散，就是因为恁。无论啊，好啦。若无是3个看袂得过，私底下借钱互阮爸，阮早年路边枵死啊啦！你即摆讲这是要创啥啦？是安怎袂通讲啦？恁当是食我厝食够够，恁敢有说过一句多谢？你是咧后白讲啥啊？我后白讲，明明就无钱，还要请啥老师？即摆颠倒要甲人讨200万，200万呢？你敢有想过？嘉明伊若是摕袂出200万，伊是爱互乖呢？你嘛共款，你敢有想过我伫外口的生活过了好无？我无钱的时阵你倒位？我腹肚枵的时阵你倒位？你敢若会钱摕去开查某，你甲我创啥？我甲你讲啦，阮妈就互你气死的啦！你讲的无啦无事啊！你讲的无啦无事。你发干！为啥你自己甲假死？为啥你自己？为啥你自己甲假死？为啥你做假？过去的代志是我毋对，我甲你下失礼。你细汉时我无甲你关心，迄是我袂晓，我毋知要安怎做。今仔日去甲嘉明讨钱，嘛说我的毋对嘛。所以做老爸，真失败啊！我甲你道歉，但是你莫袂记，今仔日这间厝是当初咱艰苦的时阵，恁二姑仔借钱互咱的。吃果子爱拜树头，灵感我若过身。你是莫袂记迄人的温情。后摆囡仔要好好啊照顾，毋好亲像恁哥遮失败。啊，哥。
听讲台北的寒，家己穿较烧的，我感着。顾伦啊，姐啊是无读啥物书啦，我嘛知影，我家己毋是啥物成功的阿姊。毋过你无共款呢，你是咱兜上巧的、上水的，我知影你一定会成功回来，袂互恁爸闹开，对无？我对你有信心，要加油！那安尼，这摆我结婚，你要回来甲我会总无？拢入去困啊，去休困啊。阿弟啊，阿弟啊，安尼哪会困伫遮啊？你是毋是咧无用咧拍电影的工课？啊，若无吼，哪会拢无转来看阿嬷？你吼，若有闲就爱定定转来看阿嬷，啊陪阿嬷讲话。啊，若无吼，恁阿爸大概拢毋知影你咧做啥物工课。你毋通看伊遮尔爱念呢，其实伊是足关心你的。迄天吼，伊知影你咧拍电影，伊其实是足欢喜的。讲有一天吼，你会做导演，啊会拍一出电影吼，互阿嬷看。你爱较加油的哦，知影无？阿嬷等你拍电影互我看。阿弟啊，啊你搁徛喺遐创啥？来啊，过来。
来陪阿嬷吼去食圆仔汤。哎呀，你敢会记得咱细汉去我妈拍的时阵，你拢会牵阮的手走来这里？迄阵吼，阿芬上巧，逐遍拢走在先，剩咱两个安尼空空，互阿母掠去阿爸的相片头前发开。阿玲迄阵啊细汉，生得真古水，咱拢叫伊去阿母遐吼塞奶两句啊，母心就软，就叫咱去试验区啊。细汉的代志，敢若是昨的。大哥，啊恁大家拢坐遮啊？来坐啦，坐。来，拄啊好啦，来，恁看我买着啥物？圆仔汤。啊，你哪买有啦？啊，哪有开哈？有啊。啊，就迄老头家后生讲啊，昨暝啊，有一个阿婆啊，走去甲伊弄门，啊，甲伊拜托讲，因为查某囝哦真无简单，才倒转来，啊，想要食圆仔汤啊，结果伊走几个工啊，拢无买着啊，啊，所以啊，老头家后生就想讲，无今日来开门做生意，啊，看可会拄着阿婆。来，嘿啊，来。我无爱食甜的。伊唔敢食啦。是安怎？较早伊去学师仔的时阵咧，北港来浸就歹心的。想讲这会食的物件倒掉拍算，然后叫阿兄讲吼，甲炒火打炒酸的圆仔，拢甲食了巴肚内。嘛安尼啦。所以吐几下工，啊，规喙转迄个味，哪敢食啦？辛苦啊！好啦，恁食，趁小食。要求的咧。嘿啊。咱细汉的时候要去啊。国伦，你嘛来啊？阿哥，安怎啦？啊你，你嘛买圆仔汤哦？来，坐。来坐啊，来。大。好食哦，今日讲要烤的吼。这样物件吼，这物件你就这。这一堆营养方面好。你坐跟他刷的。你食饱未？感觉咧无闲工课，我定定伫无聊的下晡接到你的电话，还袂出头天，
是民主的问题，要安怎讲着台北的生活这呢艰苦？知啦，知啦，好啦，先安尼。我要去无用，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人。莫定敲电话，烦恼我吃饱袂。台北的生活真正是足请呀。谁知影有一天煞接无你的电话，你是走去佗？有一个所在，若是会当予你轻松的过，我嘛会放心，予你离开。想起迄天，徛伫灯仔脚，看到迄个名，迄敢是我熟悉的人？这敢毋是一场梦？送你离开的最后一段路，这呢艰苦。好啦好啦，你爱较早困，我要去无用，我要做一个成功